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浅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行。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。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起能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，即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执左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。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。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。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太上清净经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；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，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虑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浅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，外观其行。行无其行，远观其物。物无其物，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，所空即无，无无亦无。无无即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起能生，欲寂不生，即是真静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得性。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，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太上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得不得，下得直得。执左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
既有妄心，即精其神；既精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招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沉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，得悟道者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即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今年去超生。是的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通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是为菩萨救众生。仅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即下生，说服难言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1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，10叩，1叩，再叩，3叩，4叩，5叩，6叩，7叩，8叩，9叩，10叩手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
灵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山胜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收元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物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赞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收元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言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山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的西来白羊子，香耳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念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都下世，五方列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官大帝慈悲助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辅助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脸红发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深楼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首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三阳弥勒尊。吾皇敕令记下生，收服蓝颜归正中。来往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亡羊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寻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，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。爱祥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姓名。弟子姓氏高赵明长明，姓女王佩仪，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功转成公转成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天地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祖先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父母，回向于子女，回向于子女，恳叩请辞恳叩请辞弥勒祖师、弥勒祖师、南海古佛、南海古佛、济公活佛、济公活佛、月慧菩萨、月慧菩萨、
慈悲做主，慈悲做主，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世所自导，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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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前贤大德，谢谢大家，大家晚安。立明读得很好。点传师你有上来哦，我以为你没，我以为我有看到点传读得很师，所棒啊！以谢谢你，谢谢。好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哦，点传师晚安。没有，我没有去，我在台南。哦，我以为说你在泰国念呢，太厉害了。没有，在泰国，哇，那就更棒了。是啊，哦，这次没有去啊？没有，嘿，哦，对，明天要上课，嘿。我明天要上课。